冷氣清洗即日上門洗冷氣的水，高壓除菌，徹底解決冷氣清洗。為何如此重要？洗冷氣機並非只是一般清潔，而是有效提升冷氣效能、解決滴水問題的關鍵步驟。長期使用的冷氣機若不定期進行深層清洗，容易出現滴水、異味和製冷效率下降等問題，甚至影響家人健康。冼冷氣通專業團隊提供即日上門的冷氣清洗服務，用高壓除菌技術徹底解決各類冷氣問題，為客戶帶來清新涼爽的生活環境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專業冷氣清洗服務內容介紹：冼冷氣通的冷氣清洗服務不僅限於表面清潔，而是深入內部結構，徹底清除藏匿的灰塵與霉菌。我們的專業技術人員具備豐富經驗，能迅速且安全地拆卸及深層清洗冷氣內部組件，並透過高壓除菌技術進行全方位消毒，有效解決冷氣的水問題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，全面維護你的家居冷氣設備。冷氣清洗實用技巧：自行處理冷氣輕微的水問題，關閉電源並檢查排水管。先關閉冷氣電源，檢查排水管是否堵塞。清潔冷氣機爐網，取出爐網，用溫和清潔劑洗後晾乾再裝回。檢查內部積水，拆開冷氣機前蓋，檢視內部是否有積水並小心排出。定期使用高壓除菌清潔劑，每月至少一次使用高壓除菌清潔劑進行簡易清潔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若自行處理無法改善，建議即時聯絡專業團隊處理。冷氣清洗常見問題 FAQ： 多久需要進行冷氣清洗一次？建議每年最少進行2次冷氣深層清洗，以保持良好效能。冼冷氣機能否解決滴水問題？是的，專業清洗能有效疏通堵塞，徹底解決滴水問題。冷氣清洗過程需時多久？一般單機清洗約需1到2小時，視情況稍有不同。高壓除菌清潔是否安全？非常安全，我們用的除菌劑環保無毒，安全放心。